等你进来往全部的，你那老把全部的吃去了，千万干不了，等你自己要买的他。他一动个来吧。他去动个来去。我带我唱歌的。我也。那刚刚的给动多多的。对，666走一下，家人们666走一下。我们接下来更加人就给我们带来一首经典的老歌啊，兄弟们。666唱一首。你的歌吧是。我再唱一首给德北老师的歌唱的。好的。他唱了，谢谢。这晚慢慢的地，夜那云朵拉着风。这人间他妈你来，准备去做游耶。对呀，就是这样。他妈你来，准备去做游耶。谢谢。我的心上白的，那云从那个松，在等出不就来，准备去写了哟耶，在等出不就来，两边去写东哟耶。谢谢。哎，把东西全部带这个呀。人间地索地索，我不能拉不松。哎，走着下班，叫着想说些说耶。哎，叫着下班，叫着想说些说耶。谢谢，感动做起来，兄弟们。这个小那三兄，就小那三兄呀，赶走送别的送，赶走用手就送呀，赶走送别的送，赶走了小子小送。唱完了，你把那啥你学不进去呀？哎呀，谢谢，赶紧走起来，兄弟们。赶紧走起来，赶紧走起来！对。怎么不唱的歌嘞？那要不得。都唱的。唱完了。唱完了的，要不得。呀，这动了白让都给白让都一。你也这东西啊？呀。唱了江松，把得的张扬，唱了江松呀，让咱们老的姐姐。拉罗布西拉炯炯，今天送去把我进口就门的，茶江送进口就门的，茶的我拉的我，不拉扎拉嗦拉嗦呀，今天送去把我进口就门的，茶江送进。我最好的人都要打破了他。茶的我拉的我，不拉扎拉嗦拉嗦。呀啊，可以，这印度话打破对的。好，我们这里，对，我们还做这去了。那多打破做的这些的。对，你做去的。那。多打破拉丁口子了。我们就他的真的去做个事去。那。他对别人都咱的做个那了真，别人都咱。哦，听那个都是听那个。那你那做个啥的？我的啊，茶的是等你做专门做的。多打破可以他。多打破做的个。多打破的当我们去把那些贴的拉大家看做别个。啥子话？抖音那不带容的那个个。那带着的。那个。还是等下专门是谁都看过吗？这不专门做些的。做的我做的。哦。更加的去。多打破才懂得啦，像煎着个最懂个的么是一菜煎着肉，那煎的煎的嘞，好听，真的好听。这都是的，他基本都是煎着肉，唱得好。报应的教育江西大，帮着老狼这边也要就算好大，嘿。
嘿，中间三界农业呀，水地呀那，阳光蓝天脚比嘿脚的大，我拉手。报应你高一江西大，江西大，广州龙浪，水地呀叫声大，嘿嘿，三界农业呀，水地呀那，阳光蓝天脚比嘿脚的大，我跟跟说说，包啦扎啦，打啦嗦哩啦嗦呀。呀，咱那咱就不进那咱嘛不进吧不一扎了，咱嘛莫进西了，啥他你进面，谁接江西大波，谁接江西大波呀，走了。哎，要不得，你们的，都看到都给做出了对了，要不对的，咱们有1700多个人啊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我，谢谢。交给啥子就是对一菜的拍我们大波一个的，第几次那个一的拍在东闸西的。阿爸拿的一封信就是，这不一菜大包嘛，懂得什么东西的？这样么嘛的？对的，这桥对就懂得就要的。广州走一步，好不是嘛？广州走一步，卡住这些。哦对。我们多克的做了些，多克的做了些。啊，阿爸拿的一封信做的。公交阿帕啦，前年头上找么个，我这第几点？他第几点怎样？看从你妈牛了，妈没钱吧啦，做啥的？大致是。对，都这样么东西。这可以，这个你好好学一下，他那个用我的教。